韩剧《李尸朝鲜》在190多国同步上线，除了悬疑剧情引爆高讨论度，就连剧中主角朱智勋戴的朝鲜黑粒都成为购物网站的商品，还有剧迷特地到南韩挖宝。韩剧《李尸朝鲜》到底父皇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要查个清楚。话题：韩剧《李尸朝鲜》随着直播的影音平台在190多国同步上线，不止让在剧中饰演世子的朱智勋再创戏剧高峰，连他头上戴的帽子都成为商品。新闻旁白：在亚马逊可以找到取名李尸朝鲜帽子的商品，以4万韩元约1100元台币到10万韩元约2730元台币贩卖。朝鲜王朝会随着身份场合佩戴适合的帽子，朱智勋头上的黑粒是朝鲜贵族外出时戴的，反派柳成龙则佩戴乌纱帽。能从服装了解南韩历史，也吸引粉丝到南韩挖宝。外国游客，你可以从帽子分辨他是贵族、中产阶级还是庶民。对于李尸朝鲜意外引爆帽子热潮，连服装设计师都表示十分意外。韩剧《李尸朝鲜》服装设计师没有料到会获得这样的关注，我也觉得有点荒谬，心想为什么会迷上帽子，但也可以视为 Netflix 戏剧在世界造成的影响吧。另外，南韩传统市场最近的人气商品非碎花袜套鞋莫属，将近有80%都被日本人买走。日本观光客不会滑倒，穿起来很温暖，就算外面再穿拖鞋也可以，十分舒适。这个碎花袜套鞋因为漫画而爆红，由于价格低廉、花色华丽，现在已成为日本人由南韩最爱的伴手礼冠军。